今日想同大家講下最近有關小米汽車嘅新聞。自從3月29日響內地出現咗一單小米汽車響高速公路失事之後，因為門鎖死令到3個學生不幸罹難嘅新聞之後，最近又有一堆關於佢哋汽車質量問題同埋一啲誤導性廣告而引起嘅消費者爭議。最近仲搞到雷軍出嚟發文話，依家經歷緊公司自成立以嚟最黑暗嘅時間。我哋依家就睇下發生咗啲咩事啦。誤導性廣告、碳纖維車頭蓋板爭議。話說 CU Ultra 有個碳纖維車頭蓋板，定價42,000人民幣。小米話呢個蓋板有超強空氣動力學同散熱效果，聽落好似好勁喎。但點知消費者發現呢個蓋板原來只係裝飾，功能上同標準版冇乜分別，散熱冇，空氣動力學又冇，完全係呃人。消費者即刻火滾，超過300個買家組成維權群組，要求退款，話小米補償方案冇誠意。呢個群好活躍。今次小米嘅公關危機有機會越搞越大。小米一開始話俾2萬積分，即係大約價值2000蚊，或者更換鋁合金蓋板，但就要等30至40個星期。好多人大叫呢啲方案係敷衍，話同高價配件嘅價值差太遠，搞到對小米嘅信任直線下跌。到咗5月7日，小米出咗道歉聲明，承認宣傳唔夠清楚，話未交付訂單嘅客戶可以換鋁合金蓋板，或者俾2萬積分做補償。但係由於係俾準車主決定嘅時間好短，要響5月10日或之前確認，仲話唔接受就要沒收訂金。而家搞到啲準車主好不滿，繼續要求全額退款，營銷策略搞亂，高配展示，低配實現，佢哋嘅營銷策略都俾人鬧爆。有人話小米用高配展示、低配實現嘅招數，宣傳時用 Max 版智能駕駛嘅強勁功能做賣點，而且模糊不同版本嘅差異，令到標準版用戶實際使用體驗落差好大。就例如不同版本嘅感知同反應速度差好多，搞到買家覺得俾人呃咗。其實其他品牌好似華為、小鵬、蔚來都有過類似問題，但小米處理得好似被動啲，唔夠透明。汽車係貴價貨，消費者要求高，小米用電子產品嘅模糊宣傳手法喺汽車銷售方面係唔得㗎。結果好多買家話買車前唔知標準版同 Max 版差咁多，對小米汽車嘅信任度即刻跌晒。質量排名同行業比較，2025年中大型新能源車質量排名出爐，呢個排名係以各大網絡平台上邊出現嘅投訴作為其中一個考慮因素，得出嚟嘅結果係 SU7 包尾。小米未有正式回應，負面觀感就更大咗。同 Tesla、比亞迪比較，U7 喺質量同安全上真係輸蝕。一向同雷軍唔啱，格力電器嘅董明珠都出嚟抽水，話格力電動車10年都冇出過類似事故，小米嘅壓力即刻上升。作為新手，小米喺技術同經驗上同老牌車廠有差距。SU7 嘅問題好似係因為急住出車，忽略咗質量控制。小米汽車嘅負面新聞接連成為大眾嘅焦點。雷軍喺2025年5月10日講，話過去1個月係小米最難捱嘅時間。SU7 Ultra 訂單有1萬張，但信任危機持續惡化。佢話會暫時停晒社交媒體同網民嘅互動，仲推遲咗公司其他新車嘅上市時間，專心解決問題。睇得出佢好緊張。不過淨係道歉同延期唔夠，小米要改善質量控制，升級安全系統，仲要同消費者多啲溝通，先有機會救口碑。我哋係時事菠蘿雞，如果你鍾意我哋呢一條片，就幫手 like、comment 同 subscribe 啦。